防管局就喺裏面，你哋多過3個人入去，入邊嘅炸彈就會即刻爆炸。同源、永健，喂，落飛！同源留低現場，永健。幾空晒！快走啊！綁住我！綁住我！停手啊！停手！我叫你停手！喺電子鎖，但個掣唔喺度。我哋走啦，由佢炸死啊！我同你講，走。聽住，3條線嘅盡頭都有個掣，3個掣一齊撳，個鎖就會打開。唔好忘記，呢個係你最後機會。攞個手銬出嚟，蓋住佢，快啲快啲！我哋分頭去揾個掣。好，仲揾啊！放低佢！停手！放低佢！譚廣福係唯一有見過 Data 嘅人。我哋1分鐘時間揾個掣，揾唔到嘅話，就算斬佢手腳都要抬出去。快手！接電話！接電話！仲要打俾我啊！接電話！放佢3個喺度，我 make sure 聽日開咗先。Action！ Action！ 我揾到個掣啦，你哋到咗未？羅飛到咗。阿劍到咗未？阿劍，喂！揾見到。OK， 我數1、2、3，1、2、3，Go！ 點解冇開咗聲嘅？嚟一次。走啦！我話嚟多次。嗱，1、2、3， Go！ 搞掂，即刻翻嚟。車停呢度，全部落車standby。我唔知啊，咁咪即係叫我撞？我知係撞，但我都想你幫我撞。紅定藍啊？紅色啊，紅色啊！你愛唔愛我？愛，好愛。藍色，淺藍色。如果我死咗，我下世嫁俾你。
萬文嘅死，你唔使怪自己，都唔係你嘅錯。等陣，去 studio 攞啲嘢。陳生。做嘢，係咩事啊？你留喺度。就係佢報警，佢一直喺現場。我哋嚟到之後，佢一粒聲都冇出過。你會唔會出賣牌照科嘅羅飛？係，羅 Sir。羅 Sir，點解你會喺度？打個羅 Sir 先。黃 Sir，死者叫鄭確明，係警隊前北區指揮官，早幾年退役，而家喺龍騰地產道做發展部經理。羅 Sir，你點解會喺呢度啊？羅 Sir，戇居居做乜啫？應嗌人啊！你可唔可以應嗌我？你快啲鎖定目標，中國籍男子，67高，瘦身材。阿羅 Sir，我問你，你點解會喺呢度？鄭 Sir 約咗我傾偈，佢話跟住要去機場，但要先翻嚟 studio 攞啲嘢。我車佢翻嚟，喺車度我發現有人入咗嚟，就喺個窗嗰度。我相信兇手一直跟蹤住鄭 Sir， 等一個可以落手嘅機會，然後兇手由天台游繩落嚟10樓，界欄玻璃窗，等鄭 Sir 翻嚟。阿羅 Sir，你講到自己好似喺現場一樣喎。推理啫，你睇下鄭 Sir 左手手臂個刀身係打斜切落去嘅，即係話個兇手應該喺上邊撲落去。鄭 Sir 手腳上面都有刀傷，反而身體上嘅重要部位一啲血跡都冇。
我相信佢係着咗避彈衣，即係話井 Sir 係知道有人要對付佢，所以作出防備，亦解釋到點解佢突然間要離開香港。咁點解你咁肯定兇刀就係呢把菜刀？傷口深似老虎。點解你喺樓下見到個窗，唔係直接走上嚟救人，而係上天台咧？井 Sir 由我嘅車度翻到 studio 應該係分半鐘嘅時間，我發現個窗有問題，應該係1分鐘之後。如果有人有心捕架井 Sir 嘅話，唔會空手而嚟嘅，一係揸槍，一係揸刀。如果揸槍嘅話，我一定救佢唔到。但如果揸刀嘅話，一般持械打鬥唔會多過30秒嘅，所以我有1分鐘嘅時間，我就由架車跑去 lift 口，用咗20秒。去到 lift 口，我發現2部 lift 都係停止服務，我只可以行樓梯。呢度係10樓，每層樓用4秒，即係40秒，啱啱好就係1分鐘。但係以我體力去到5樓，我應該每層樓要用5秒，即係話我無論點都好，嚟到呢度我係救唔到井 Sir。呢棟大廈得1條樓梯，所以如果我上嚟嘅時候見唔到兇手，即係話佢應該係完整上個天台，所以我決定上天台，呢個係我唯一捉到佢嘅機會。但係最後結果你捉佢唔到啊？我係話機會啫。阿老 Sir，咁混亂嘅情況，點解記得咁清楚嘅數據嘅？啲小學生數嚟喎。井 Sir 今晚揾我傾偈嘅時候，無啦啦提翻10年前嗰單 case， 佢而家遇害，我先知點解佢會咁問。所有嘅推理、數據、證據都係你講俾我哋聽，我哋有權懷疑你係兇手。韓 Sir 喺死者身上揾到，你睇。執行日期係今日。羅 Sir，你好，曾日華。警隊史上唯一冇學位嘅 IT 總監，俾 MIT 睇得出校。佢從來冇投考過警隊，只係 hack 入咗警隊嘅電腦系統，將自己個名加入咗被錄取名單。羅 Sir，你都算標準草食男喎，10年嚟冇拍拖 ，AV、J 圖你都冇 download過，點做到？真係冇。羅 Sir，我解剖咗鄭確明拍低咗個過程，你有冇興趣睇下？有咩發現？大腸入邊有2粒息肉同埋一粒爆咗嘅痔瘡。哦，咁唔使客氣啦，唔該。咁唔錯。倫大鑑證科碩士畢業，嗜好係儲屍體相同埋片。佢保持警隊一項紀錄，4年冇放過假。啊，羅 Sir 咁神神化化嘅。自從佢條女瓜之後，佢成日都係咁啊。唔使俾你，攞得。阿羅 Sir 有冇行錯地方啊？呢排調科應該隔離棟樓度喎。係我叫佢入組嘅。阿曾 Sir，我唔覺得呢單 case 有咩地方可以要揾大調科嘅同事嚟幫手。我警隊咁耐，見過2個天才，一個袁志邦，應該就係佢。當然，第3個係韓 Sir。當年嗰單 case，佢係重要證人；而家呢單 case，佢係目擊證人，佢會幫到你。Yes sir。死者叫做鄭確明，死前任職一間地產發展做發展部嘅經理，但係之前亦都係我哋嘅同事。而家有一位自稱 Daka 嘅人已經公開承認鄭確明嘅死同佢有關係。佢亦都同時承認10年前有2單 case， 薛大林同埋袁志邦嘅死亦都係同佢有關㗎。呢3位死者死之前咧，會收到一張叫死亡通知單嘅嘢。有趣嘅地方係死亡通知單，佢背景嘅圖案係一個泰美斯女神嘅圖案。泰美斯女神係希臘神話裏邊一位女神，代表正義、懲罰罪惡。所以真係有陣時唔知啲罪犯係點諗啊！阿劍，你講10年前嗰2單 case 等大家聽下。Yes sir。第一單2009年10月7日，前警務處副處長薛大林晏晝諗住揸車離開警署，生前佢一樣係收到呢張死亡通知單。同一日嘅晏晝，雙魚河貨倉發生爆炸案，死者係 CIP 袁志邦同埋 SIP 萬雲。阿羅 Sir，你同2位死者關係好密切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嗰日我游完水之後，
發現孟雲打咗好多次電話俾我見到佢同袁志邦。現場唯一嘅目擊證人黃少平，佢係一個露宿者。當日爆炸，佢全身有70% 三級燒傷，不過佢命大，最後救得返。但係袁志邦同孟雲，呢個就係根據鄭確明手機 GPS 記錄佢過去1個月去過嘅地方，有佢屋企啦、佢公司啦、市區一啲餐廳啦，冇乜特別。最特別嘅係佢去咗5次東村菜香圍。有冇 check 過佢通話記錄？有，除咗佢啲親戚朋友之外，有幾個冇記名嘅手機號碼嘅。我 hack 咗入去，發現呢啲手機號碼 GPS 顯示大部分時間都喺菜香圍。電腦有冇啊？鄭確明用電腦嘅，我 hack 咗佢助手部腦，有幾封 email 係租車嘅，而且一租咧係10架8架嘅貨 van。咁奇喎，咁大家集團點解用外判租車啊？係啦，仲奇嘅係次次都去菜香圍。嗱，東村地區咧係位處於未來發展嘅重要位置。市場認為得東村就得天下，4大地產商都積極喺東村收集土地。佢哋包括恒和地產啦、北海集團啦、龍騰地產啦同埋江河集團嘅。究竟邊一個地產商可以得到東村地區嘅發展權呢？我哋拭目以待。次咯。以前咧，我喺大水管下邊打躉嘅，嗰度有個貨倉。平時嗰度啊，鬼影都冇隻嘅。唔撚知點解，嗰個有個麻甩佬噼哩啪啦咁跑撚咗入去，跟住過咗冇耐，有兩個麻甩佬跑入去，跟住過咗冇耐，有個女人跑入去。之後過咗冇耐，有個麻甩佬跑撚翻出嚟，喂，咁撚得意，咁我梗係過去睇下㗎啦。你老味，個女人喺度睇，見到個男人瞓喺個地下度，個女人坐喺佢旁邊講電話喎。我啊！咁我咪行埋啲睇下咯。如果我死咗，我下世嫁俾你。你老味點知見撚到個男人身上仲有個炸彈啊！哇！屌！咁個女仔有冇講啲咩？佢話咩紅定藍啊，又話好撚愛你啊，又有嫁俾你嗰啲肉大嘢啦。你心裏都有啦，喂，報應啦！手都拖撚埋啦，扮撚晒嘢咁樣。公司唔溝得嘅，問撚完未啊？冇嘢我瞓㗎喎。喂，你條撲街，夾埋條女嚟屈我！咩啊？你要去反黑屏報科啊嘛？係人都知啦。而家我俾人夾扯啊，你咪坐我個位咯，你要上位啫。使唔使咁玩我啊？我唔知你噏乜，我都唔知啊。你條女好嘢，幫晒你啦。喂，大佬啊，坐下先。跟住就發生咗爆炸案。16時13分。安 Sir，
我 decode 咗 Daka 嘅加密程式，揾到佢發布段片個 IP 係嚟自張太空卡嘅。太空卡係冇記名嘅，但係供應商咧多數會記低發咗去邊個銷售點，而零售商多數都係順序買。所以我對翻張卡嘅 number， 大約估到賣出嘅時間，跟翻個 CCTV 揾到個可疑嘅人物，逐條咁跟咗去一個鋪頭嗰度。Field control, over. 現場發現爆炸品，開 EOD，攞鐵鉗嚟，翻撤退 ，Go！ 阿 Sir， 有爆炸品，你撤退先啦，全部人撤退！嚟啊！冷靜，唔好喐，冷靜，我做你㗎，唔好緊張，我識搞，喂，搞咩？你唔好問太激啦，你驚你走先啊！我同你講 stop！你咪傻咗，咪再有我熟啊！一睇就知得人數冇炸藥啦。點解鋪條片上網？兩太日前，我屋企都太慘，有人擺咗個信封喺度，我打開咗個信封，裏面有1萬蚊喺度，佢叫我買張太空卡鋪段聲明上網，然之後俾到1萬蚊我。阿 Sir， 喂，喺佢屋企揾到嘅紙包入品，入邊有安眠藥。其實唔關佢事嘅，放佢走啦。Daka 都係想引我哋去攞個通知單啫，不如諗下點樣保護韓少雄嗰個啦。今日下午守護海星灘示威期間，一架救護車正要入村救治一名長期病患者嘅時候，遭示威者堵塞道路。白姐佢救命㗎，你哋唔好害人啊！如果係堅嘅話，有咩事好大鑊㗎喎。我哋會開過馬路，但係只會俾白車過。只要大家將架車讓埋一邊，咁架白車就可以駛上嚟。事件擾攘咗30分鐘，示威者終於放行，俾救護車入村救人。但係該名病人送院之後，證實不治。希望透過呢個論壇，東村發展嘅議題同今日嘅天氣一樣，逐漸明朗。環保組織嘅代表韓少雄幹事，我哋嘅社會係需要發展，但係係咪應該喺發展嘅過程中考慮多啲環境保護？我哋以菜香圍為例啊，裏面所有嘅村民一直受到工程滋擾，而且完工日期不停咁拖延，長期污染附近嘅天然環境。我 Sir， 所有人就位 ，over。OK。如果韓少雄死咗，我哋全部都係同胞，我哋全心攞韓少雄嚟做你，引 Daka 出嚟，根本同 Daka 冇分別。唔係咁樣，我哋點揾到 Daka 咧？韓 Sir， 你係咪認為個報告已經好安全？點問老 Sir 你咩高見啊？嗱，除咗60個軍裝之外咧，你嗰10位手足可唔可以自然啲？我邊啲手足唔自然啊，老 Sir？嗱，扮群眾嗰3個嚇，台上面無論講乜嘢咧，佢哋都冇反應嘅。
仲有我未見過咁勤力嘅清道夫啊！嗰個女人咁大熱天時，佢推住 BB 步晒，仲有坐喺同一場地嘅情侶啫，20分鐘未轉過姿勢，因為佢及住對方後邊。最離譜係呢個的士司機話都未交交，做咩落馬車咧？如果我睇到嘅話 ，Daka 都會睇到嘅。完全收到晒。但如果你再係咁樣，我請你翻落去。Sir， Daka 將韓少雄將死亡通知單咧發晒俾所有記者。1980年，香港超過60%嘅糧食韓小姐，我哋啱啱收到 Daka 俾你嘅死亡通知單，執行日期係今日，你有咩回應啊？韓小姐啊，我今日咧喂，失控啦喂！帶韓少雄走，撤退！韓小姐，我哋離開。睇住，有開！車準備好，我哋出緊嚟啦！車前面，攔住所有示威者，唔好俾過嚟。韓 Sir， 韓少雄上車。好，收到睇到開車。發生咩事？點解仲唔開車？開車！喂，黃少平喺邊度啊？你等等啊，我影俾你睇。點解襲擊韓少雄？有人話扯到佢裙拉褲啦，佢就唔敢再阻止東村發展啊嘛。衝埋過去掟到佢有5000蚊獎喎。咪喺網上面見到咯，微信支付個數。全體立法會議員一致要求開調查委員會調查我哋係咪罔顧韓少雄嘅性命安全。綜合大數據，有74%人認為我哋為韓少雄嘅死負責任，有46% 支持Daka，有54% 譴責佢，仲有94% 認為應該炒返你啊，韓 Sir。仲有人發起人人都是Daka運動，呼籲大家星期日出嚟遊行撐Daka。而家件事搞到好大鑊啊！保安局局長同一哥本來要去日內亞開會，而家唔敢去。由而家開始，事無大小所有嘅嘢同我 report 先可以 take action。張 Sir， 咁樣會令到我哋做唔到嘢，乜都綁手綁腳，最後就乜都查唔到。好，而家更正，事無大小嘅嘢到我 report 得啦，就係 report。聽晚韓少雄佢嘅支持者會喺度搞路祭，你哋代表警方出席，將件事講阿温。有人 send 咗條片嚟啊，係一張新嘅死亡通知單，受刑人彭廣福係通緝犯嚟喎。2010年11月，你同周銘持槍綁架富商千金李依玲，收贖金之後仲撕票，你認唔認罪？認又點啊？唔認又點啊？答錯。喂！你做咩？因為呢件事，你哋俾警方通緝，係咪？2011年8月23號，你哋同2個警察
喺渡輪碼頭槍戰，成件事到底係點樣？全部人上車，跟住架機。防管局就喺裏面，你哋多過3個人入去，入邊嘅炸彈就會即刻爆炸。紅源、永健，喂，落飛！紅源留低現場，永健。幾仆街！快走啊！綁住我！綁住我！停手！停手！我叫你停手！喺電子鎖，但個掣唔喺度。我哋走啦，由佢炸死啊！我同你講，走。聽住，3條線嘅盡頭都有個掣，3個掣一齊撳，個鎖就會打開。唔好忘記，呢個係你最後機會。攞個手銬出嚟，蓋住佢，快啲快啲！我哋分頭去揾個掣。好，仲揾啊！放低佢！停死我！放低佢！彭廣福係唯一有見過 Daka 嘅人。我哋1分鐘時間揾個掣，揾唔到嘅話，就算斬佢手腳都要抬出去。快手！接電話！接電話！仲要打俾我啊！接電話！放佢3個喺度，我 make sure 聽日開咗先。Action！ Action！ 我揾到個掣啦，你哋到咗未？羅飛到咗。阿劍到咗未？阿劍，喂！揾劍到。OK， 我數1、2、3，1、2、3，Go！ 點解冇開咗聲嘅？嚟一次。走啦！我話嚟多次。嗱，1、2、3，Go！ 搞掂，即刻翻嚟。
車停呢度，全部落車 stand by。以下係一節特別新聞報導。30分鐘之前，南區污水處理廠發生爆炸，事件中有1個人身亡。現場消息話，死者係8年前綁架案同埋殺警案嘅主犯彭廣福。警方唔排除事件同近日嘅死亡通知單案件有關。對住單啊！16年前，你仲喺警校嗰度發生一件咩事？咩啊？咩啊？講啦！教官徐永信多次性侵女學員，而家正義女神予以懲罰。你仲發過俾呢位徐教官一個叫懲罰通知單係咪？係嘛？喂！教官徐永信多次性侵女學員，而家正義女神予以。當你嘅錄音帶聲音係經過處理嘅，但係而家嘅科技可以還原。點啊？有咩講啊？細個玩嗰啲點同而家單行所做？字體格式 logo 完全係一模一樣。最重要就係咁大件事，當初點解唔講俾我哋聽啊？係咪要隱瞞啊？逼佢入臭家，等佢清醒啊！阿劍唔使你，你留喺度。喂，喺水渠嗰度你行先過我喎，點解咁耐都撳唔到個掣嘅？我跣親。就住近日連串嘅死亡通知單案件，警方表示已經拘捕1名男子，懷疑同案件有關。警方嘅聲明入面並冇表明個男子就係自稱情節最惡嘅連環殺手達卡，只係表示調查已經有突破性嘅進展。警方又再一次譴責所有私自執法嘅行為，並表示有足夠嘅警力去應付針對警隊嘅挑釁行為。又重申香港有完善嘅司法制度，足以保護市民。如果市民性命財產受到威脅，應該立即向警方求助。黃 Sir， 過去5日咧冇出現過死亡通知單，咁警方咧係咪已經拘捕咗 Daka 啦？喺現階段我係唔可以透露案情嘅細節嘅，但係我可以肯定咁講，我哋調查嘅方向係絕對正確嘅。可唔可以話係接近破案嘅邊緣啊？首先我多謝我團隊一路以嚟都不眠不休啦，我審慎樂觀，我覺得破案嘅收到新嘅死亡通知單。我嘅開緊記者會啊！而家電視直播緊。唔好意思，咁多位傳媒朋友，我哋記者會要暫停。死亡通知單喎！自稱 Daka 嘅連環殺手喺10分鐘之前向各大傳媒發送一張死亡通知單，上面指明嘅受刑人係江河集團主席鄧華，執行日期係今日。另外 Daka 附上一張聲明，表明殺鄧華有足夠嘅震懾作用，所以今次之後會暫時停止行動。俾機會不法分子改過自新同埋自首。佢講明殺咗鄧華之後就會收手，呢個係你最後嘅機會。點解殺咗鄧華之後就會收手？我已經包咗頭等艙，今晚10點幾飛鳥用，嗰邊已經請咗黑水保護我。其實咧，去機場沿途嗰條路咧，佢哋都可以有好多機會落手嘅，鄧生。由死亡通知單到而家，除咗我，收到嘅人都死咗，靠你哋警方保護。如果好似你咁講，我成日提心吊膽，我咩都做唔到。其實呢次咧係保安局局長親自落嘅 order 嚟㗎，我哋都係照 order 辦事嘅啫。佢指明一定要我哋嚟保護你，鄧生。咁加埋你哋咪好亂？我哋啲人，sorry，以前唔係黑水就係法國外籍兵團，10幾萬一個月，你哋啲差佬幾錢人工？
喂，第三，我係 CK 啊，一上頭有命令，我要保護你。OK， 阿喂，係咁以幾個好啦。嗱，你哋聽住，今次你哋配合個龍，唔係阿龍配合你哋。有咩事聽我龍講。今晚我哋會直接喺呢度去機場。我真係唔信佢喐到我，除非係炸咗個機咯。阿龍，派到佢嘅手足保護韓 Sir，萬一佢瓜咗，邊個保護我？羅 Sir， 俾翻你。翻上揾個電腦睇下，拎埋隻嘢走。佢寄得呢啲嘢俾你，都係想轉移視線嘅啫。放心，我冇圍過你，至少有不在場證據。不過我哋可以利用呢一張嘢，令到 Darker 放低戒心。你哋兩個應該好合作。哦，報到我冇所謂，梗係冇所謂㗎。拉到 Darker， 輿論就唔會俾壓力你啦。即佢入偷家，等佢清醒啊！有人犯錯喎！你個解係當死人咩？當日我黑嘅喺你面前係袁志邦，跟手我寫嗰張懲罰通知單就重現幫，邊個咁把炮可以攞到張？仲刻意收埋我一段。我心裏邊出現咗一個人，就係我當年警校嘅同學袁志邦。咁但係佢又炸死咗㗎，點做到咁多嘢？原來真正爆炸嘅時間同我手機顯示嘅時間係相差2分鐘。一定係有人搞壞咗我哋。喂，我先。電話嘅時間有問題，我遲早會發現。但係有人好聰明咁換埋部叉機。當我電話冇電一叉嘅時候，證據冇晒。但係點解要將我嘅電話時間較快啊？原來就係要我同孟雲通話，做時間證明。諗到呢度，成件事都好清楚。菲菲有啲遺物，我想轉交俾你。下晝3點半，雙魚河倉庫見。你引孟雲去到貨倉整暈佢。喺佢部電話度做手腳，然後你將佢同你鎖埋一齊，等佢打俾我求救。藍色，整藍色。如果我死咗，我下世嫁俾你。原本你嘅計劃係天衣無縫，但你犯咗一個致命嘅錯誤，你計漏咗孟雲。孟雲提早醒返，發現你製造緊假時間嘅證明。佢為咗破壞你嘅計劃，所以佢主動犧牲自己。袁志寶，嗰一個炸彈係燃燒彈，師弟經過高溫嘅燃燒，
根本認唔到係邊個。你要揾一個同你差唔多身高、一樣無親無故，又揾唔到 DNA 做查證嘅人做替死鬼。我諗黃少平你都揾咗好耐。嚟食咗飯先啦。我記得袁志邦好中意食魚蛋嘅，仲唔辣唔食添。嗰包檸檬茶係特別為你而設。孤兒嘅資料咧，我哋係絕對保密嘅，除非你有法庭嘅手令。呢個陳美芬可能你都唔記得，佢係你嘅遠房表妹，38歲，長居溫哥華。我好辛苦先揾到佢。因為揾到佢，我先可以證實飲檸檬茶嘅就係袁志邦。我將你哋嘅 DNA 拎去對比，結果係吻合。你嘅懷疑係真？錯嘅機會只有3000萬分之一。其實你如果估我唔到，我會好失望。羅飛，點解要殺薛大林同鄧華？菲菲係薛大林嘅徒弟，佢知道薛大林同鄧華有勾結，佢話要去勸佢，叫咗佢冇，一定係佢兩個做。所以你就要為佢報仇，但係又驚人查到你，所以要製造假死，用我做時間證人。但係孟雲提早引爆個炸彈，結果炸到你重傷，所以10年前你就殺唔到鄧華。啊，不過有樣嘢真係好唔明，點解你條女咁快醒？你咪用乙咪迷暈佢？乙咪係一種好普遍嘅麻醉藥，孟雲對呢樣嘢反應好遲鈍。1萬人裏邊只有3個係咁，所以睇牙醫佢都要提早預約。屌你啊！就係因為佢寫咗篇嘢。所以你就要殺咗佢。佢寫嗰篇嘢已經懟撚死我啦！大家開車。你公開咁講，殺埋鄧華就收手，其實想同我講，呢個係我嘅最後機會，睇我哋最後邊個會贏。唔知咧，跑步啦！但係你唔會咁簡單，你咁想殺鄧華，唔會容許自己失手。Daka 10年之後出翻嚟，已經殺咗3個人，而且仲係超高難度，所以你一定係有幫手嘅。但點係10年後？因為你要時間去 train 一個人出嚟，而呢個人最好係來歷不明。訓練一個咁好身手嘅人，一個已經好難。佢拖延緊時間。咁樣嘅人咁叻，我話俾你聽，有2個空姐係落毒專家，一個地勤係職業殺手，仲有3個斯拉巴。咁袁志邦啦，
入嚟拉人。閘口已經改為2801號閘口，2801號閘口。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s for MM0642 Pacific inside. Please note that. 送 B 發現有2名可疑男子，要集多。CCTV 部受畫面，快車咩事？你都識着避彈衣喎，但唔識着衫啊！你知唔知南亞人啊，唔係印度教就回教嘅，印度教就唔會着牛皮靴，回教就唔會着豬皮褸。袁志邦，你同我出嚟！我數過你冇晒子彈嘅，你踢下17+1。你咁肯定我袁志邦啊？當日你佈局製造假死，點知發生意外？之後唔單止殺唔到鄧華，仲無端端變咗黃少平，成為呢單案唯一嘅目擊證人。咁當其時一定好多差人冤住你嘅，所以你必須要揾一個替身。你就諗起你條針刀疤殘。我出去一陣。點啊？因為佢幫你破咗好多大案，你好信佢。當我見到刀疤7爛肉底下嘅紋身，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要喺10年後至再出現。因為你唔只要訓練一個人，仲要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你要同刀疤七共用身份，所以你要求整容醫生整到你哋一樣樣。再要刀疤七喺塊面度紋到花里花碌。當你想變刀疤七嘅時候，你要黐翻啲公仔字。想變黃少平嘅時候，你就搭啲爛肉上面，一個周身傷，一個全身紋身，根本就冇人想望。加幾粒石春喺腳板底，黃少平就會跛得好自然。再黐塊電極片喺膊頭，刀疤七就會戚下戚下。兩個人睇落完全唔同。頭先係你遙控刀疤七同我講嘢，就係為咗拖延。我殺到鄧華，應該開心啊！我都學你啫。以前嗰啲懲罰通知單，我又係咁。我只係做一件你唔敢做嘅事。我唔會咩？我唔會殺人。我唔會犯法。你仲信法律？你知唔知而家幾多人支持達卡？係。有時法律係會保護壞人，但係更多時候法律係保護好人。唔信法律，唔通信你嘅判斷？你當日點肯定係鄧華同薛大林殺白飛飛？孟雲又好抵死咩？佢只不過係幫白飛飛講幾句説話啫，係因為你除咗泄憤之外，你仲有目的嘅。韓少雄同鄭國明。咁高難度你都要殺，係因為韓少雄佢幫班村民阻人發達，而鄭國明佢龍騰地產負責收地，鄧華而家爭埋一份，佢兩個都係你老闆嘅對手。你嘅行動係需要好多情報，所以你一定有幕後金主。係邊個？北海？恒和？原子幫你唔好再扮嘢，你根本就係幫地產商做嘢，唔好喺度再扮正義啊！你仲記唔記得呢度係機場？放低槍！放低槍！我係總督察羅飛，呢度 in charge。我懷疑現場有爆炸品，全部同我撤離。Go！如果你想保存呢個秘密，就乜都唔好做。我會殺死鄧華。兩名疑犯咧已經啱啱俾警方帶咗出嚟啦。啱啱咧喺機場候機室咧就係發生咗一單咧致命嘅槍擊案嘅，一名男子咧當場身亡，死者咧就係收到死亡通知單嘅地產富商鄧華，槍殺佢嘅竟然就係負責調查呢單案件嘅高級警司韓紅，而策劃今次案件嘅連環殺手德卡咧亦都已經落網㗎啦。而家開始你要放低我，做翻以前嘅你啦，笑下啦。羅 Sir，韓 Sir 點解要殺鄧華咧？係 Daka 利用佢。我 check 過韓浩嘅電話，得出咁嘅結論。Daka 知道鄧華一定會喬裝，所以佢首先發一個信息俾鄧華。只要鄧華有反應 ，Daka 就可以確定到邊個係真鄧華。然後佢就利用韓浩嘅犯罪證據。
你想保住呢個秘密，就乜都唔好做。我會殺死鄧華。咁做嘅目的係要韓浩以為 Daka 就喺現場。韓浩想知道 Daka 嘅位置，所以佢就回撥電話俾佢。但係 Daka 飛咗條線去鄧華嘅電話度，鄧華一接電話，韓浩就誤以為佢就係 Daka。佢就係 Daka。韓浩以為 Daka 一死，就冇人可以再威脅到佢。不過佢發夢都估唔到，會自己殺咗鄧華。但係你點估都係佢殺彭廣福㗎？羅 Sir 一早叫我 hack 咗入韓浩嘅手機，韓浩收到自己殺人嗰條片嘅時候，羅 Sir 咪會知。如果 Daka 要殺彭廣福，根本就唔需要等我哋入去管道先殺。其實 Daka 係想利用韓浩。韓浩當時四周圍揾過冇 CCTV， 但係佢估唔到個鏡頭就裝喺張凳度。Daka 再將條片 live stream 送走，所以當我哋走去揾個掣嘅時候，就係佢翻轉頭殺彭廣福嘅時候。佢第一個揾到個掣。第一個？佢話啫。我哋第一次撳嗰個掣嘅時候，個電子鎖冇反應，係因為佢根本。我揾到個掣，你哋到咗未？我飛到咗。阿劍呢？阿劍，喂！我見到。OK， 我數1、2、3，撳下1、2、3。點解冇開咗聲啊？到我哋第二次撳，其實佢先至啱啱揾到個掣喺邊。我係唔明點解要殺彭廣福啫？佢阿哥當年係俾彭廣福支槍打死。我對比過把槍上面嘅玻璃碎片，同案發現場架車吻合，證明彭廣福支槍跌過落地。咁你都可以話彭廣福自己執翻起支槍射向尹超都得嘅，但係殺死周明嗰兩槍就留低咗線索。根據韓浩嘅口供，係尹超連開兩槍打死咗周明，所以馬上叫梁鑫揾翻周明當年着嘅衫，再拎去史丹福大學原子實驗室化驗下衫上邊嘅火藥微粒，再用超級電腦模擬，結果發現兩粒子彈所發射嘅距離係相差10尺。根本冇可能係同一點嗰度發射，所以當年韓浩俾嘅口供應該係假。點解啊？我冇心。啊！超哥，做咩啊？射中咗我。對唔住啊，超哥。919係嘛？觀塘碼頭 open fire， call 白車。係。超哥。唔該。喂！超哥！對唔住，唔好同我講對唔住。